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 LK15的月亮頻道。喜歡我視頻嘅朋友，記得幫忙關注、訂閱我嘅頻道。歡迎回到我嘅雲南深度遊系列。今次嘅視頻係同大家分享，我哋將深入大理民族雲，遊訪喜洲古鎮，體驗白族文化，6天經典路線前紀錄。大5天，清晨我哋嚟到酒店餐廳，自助早餐後，乘車前往今日嘅第一站，充滿特色嘅大理民族旅遊村。沿途嘅風景亦非常壯麗，車窗就好像一幅流動嘅山水畫。我哋抵達大理民族綜合體，天空忽然落起咗大雨。我哋落車後，走進民族館內，裏面係一個大型嘅玉器商場。各類精緻嘅玉器擺件、翡翠珠寶，真係讓人眼花繚亂。雨停啦，走出館外，村內有好多漂亮嘅打卡位，還隱藏着唔少地道嘅小吃。睇呢家老闆正喺度熱情推介佢家嘅土家風味，還親自為我哋推薦咗手工織造嘅雲耳山耳線。这是核桃仁，料怎么这么足也是错的。由于集中乳上，它不是指大小，不是指料，指的是什么品质？什麼是品質呢？陳道明說過，一斤奶製品的話，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別。15蚊一份，還送飲料，食起嚟奶香濃郁，非常特別。15塊的售價。我哋就咁樣邊走邊吃邊拍照，享受着大理嘅悠閒時光。我哋而家走啦，隨後坐上旅遊巴前往下一站喜洲嚴家居民參觀。落車後跟着導遊前行，嚟到喜洲白族古建築群。喜洲白族古建築群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哋經正義門入族，沿着呢條歷史文化街區一直前行。鎮內有喺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史上獨樹一幟嘅一大批名稱民國至當代各時期各具特色嘅白族居民建築群。現代嘅喜洲古鎮像一座古樸典雅嘅城池，漫步其中就好像走進咗一座露天嘅民居建築博物館。每一個戰國都係歷史，具有極高嘅歷史文化價值。
嚟到嚴家居民侯爐參觀。侯爐係嚴家第20世後人嚴學侯所建嘅客棧，取名侯爐，始建於1935年，後改建為白族居民參觀景點、商店同埋客棧。接着走進白族三道茶文化體驗館，欣賞侯爐三道茶歌舞表演及品嚐。侯爐三道茶嘅味道係頭苦、意甘3回味，分別係清苦、甘香以及苦辣、麻香4種味道嘅混合。第一道係純巧茶，味道清苦，代表人生要先吃苦。第二道喺第一道茶嘅基礎上加入核桃片、燒乳扇、紅糖等，味道甜香，代表苦盡甘來。第三道係加入蜂蜜、花椒等，味道集甜、苦、辣、麻於一身，口感非常豐富，代表着人生嘅百味交集同回味無窮。呢個體驗真係讓人深思。农历4月，我们会有3天的时间，会分别去到3个寺庙去祈福。它也是一个求子、求孙、求平安的节日。看了表演之后呢，金花给大家準備好的是品味三道茶後，而家翻出去啦，走出嚴家侯爐，沿路折返，坐上旅遊巴前去食午餐。嚟到3熱3菜館食午飯。今日嘅水星洋花菜喎。午飯後坐上旅遊巴，途中喺雲南亦服務區落車小息同埋補給。隨後乘巴士繼續返昆明。下午嘅天氣非常好，喺車窗望向窗外嘅風景好美。從大理返昆明嘅車程較長，途中再喺恐龍山服務區落車小息補給。之後繼續乘車往昆明。抵達昆明後，已經係晚上7點幾啦。喺雲南人家菜館享用完晚飯後，我哋乘旅遊巴返回世紀財富酒店入住，為第5天畫下咗圓滿嘅句點。第6天清晨，我哋前往酒店餐廳食自助早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昆明機場，天空又落起咗雨，彷彿係為我哋呢趟旅程留下最後嘅雲南印記。前邊就係機場咯。嚟到昆明國際機場已係中午啦，辦理登機手續後，前往登機口，喺等候上機還有空餘時間，喺機場內逛逛、打卡留影。喺機場餐廳食咗呢次旅途嘅最後一頓午餐，然後前往登機回深圳機場。落機後再轉乘旅遊巴前往深圳羅湖口岸。我哋而家嚟到羅湖口岸啊，結束咗呢個充實又難忘嘅6天5夜雲南之旅。如果喜歡我嘅分享，別忘了關注訂閱我嘅頻道。你嘅按讚同轉發就係對我嘅最大支持。我哋下個旅程再見，拜拜。